坐下歇息歇息。不远之处就是世侄员外家。前日员外托我做媒，为女改嫁。今日魏枢密三生六礼，急忙要聘娶。又问富贵人家今之玉叶为何要退了旧盟，另寻新婚？且听员外亲口道来。我们还是赶紧赶路，千万别错过了好时辰。是喽。女儿婚姻时日夜挂心怀。青城飞马日子红，只恐他心小无难计中。妈妈，事不关心则已，关心者心急也。今日为女改嫁，媒婆即将上门信聘，不免唤女儿出来，当面与她讲明便了。
啊，老爷，这种保不治火，是孩儿他自己的婚事，怎能瞒得过他？是该向他摊牌了。啊，老爷，那位师妹前妻刚死，又当边地还乡，女儿嫁他许些，有何好吃？哎，你怎知他有门深恩，官人hon重，欲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妇人，随他上任。如今他看上我们家的女儿，这是他的福分，也是我师门的造化，比嫁给那个穷鬼胜过百倍。如此甚好，我们老来有考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必讨唐山春轩频传语，心事难诉不迟疑。啊，爹爹母亲，女儿拜见。儿啊，想当初虽与皇父家有姻门之约，亲闻故后家道中落，发自来迎娶。想我儿年已及笄，闺房待嫁，岂不是耽误我儿的婚事了？啊，爹爹，还父来，眼前虽是家境贫困，想他是个有志秀才，必有腾飞之势。女儿恳求爹爹资助于他，才是爹爹难居家贫，一红故知。儿啊，你怎知酒力？
当初与皇甫家联姻，只因戚夫伦、皇甫伦在朝为官，老儿离去，家道日渐贫困，怎能与我家相配？今有魏师密前妹来提亲，此乃天赐良缘。不日回去前门，转嫁魏师密，多少是好啊！哎呀，爹爹呀！你平日教训女儿，遵守妇道，授以爱忠，如今你怎又取而反而，背信弃义，天理难容。自古以死为定，岂可变易？要我回命改嫁，誓死不从。有道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儿女婚事岂能由得你？老爷，哼！女儿，话不能讲过头。爹爹苦心也是为了你终身有托。近来吉日良辰，媒婆即可上门。女儿家守礼听话要紧。母亲，女儿知难从命。喜鹊早枝头，婚事靠最头。哎呦，员外，安人老身这厢有礼了。张媒婆，请。魏枢密之下，三生吴国，几还一座，随同婚书聘金一道送来，定下这门亲事，以期早日迎娶碧桃小姐，成婚赴任。这真是喜鹊早枝头，好嘴头，看到媒婆蹙眉头。个人是谁？说话不讨彩，好像在气头。女儿长在闺中，少时见人，一时不知应对。妈妈吩咐厨房，杀只童子鸡，款待张媒婆。好嘞，不会烧香得罪神，不会说话得罪人，杀只活鸡谢媒人。张媒婆，请走走。啊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云香，云香，快来！来了，来了！啊，小姐。
为师妹，这边如何是好啊？云香自小跟随小姐，小姐行事云香顺追，这是父母之命，难以违抗。该家有他，不从有我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这事儿么就不难了。是何不难？老爷嫌弃家贫，付钱银去，你多赠他些银两，不就完了？你说的倒也轻巧，光天化日被人瞧见，那还了得？是。有了，你前去还父官人家，约他8月15夜在花园内，我赠他庇荫之子，你是可好啊？好的，好的，是此，我即刻就去。转来，何事？你要亲口对他说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晓。晓
金风头金，金风头金。是为报世上乃不同于公朝情侣。老身离世之女，皇父以之母，不惜先父早逝，家业凋零，只等下一子继之日学，以尽教子，方子成名，重振家门，以为救全。只可叹先父在世，贫下使者之女为妻，奈何家贫发贫，为泄情景，令人心忧。有这一呀方车，追我情之。哪一家？这里是说出不知哪一家父姓皇父的。日学中父姓皇父的只是我一家。小娘子，你要问我家哪位呢？皇父尹秀才官哦，身。皇父尹某是老身的小儿。是老二婶，小辈不知是进了什
娘子，你是哪里来的？安神呀，天子亲笔，我是室内侍监来传谕。是施亲家那边来的，我适应了，适应了。老二婶，你把椅子给哪一个坐啊？小娘子，你来坐。安婶在上说话，小辈不敢坐。小娘子到此必有话他，坐坐不妨的。啊，坐不妨啊，不妨，不妨的。是此莫坐，坐，莫坐。不曾告过罪，带我来告过罪，带我不得下席。哦，来，拜上谢，拜下席，拜上谢，拜下席，拜上谢，拜上谢。哦哟，真多礼了。何时老妻不操劳？小娘子，你到我家东看西看，看些什么？我来了许久，怎么不见秀才官人？小儿么不在家，哪里去了？到外面讲书去了。哎呀，来的真不凑巧，是此我告辞了。且慢，小娘子到此话未曾说，怎么就走呢？话有一句，是要对秀才官人亲口说的。小娘子，你有话对老身说，待我儿回来，我同他说，岂不是一样的么？有话对老二人说是一样的。一样的。那么再走。小娘子，是施亲家那边差你来的么？非也，哪一个？我家小姐呀，她命我来传谕，我家员外昂身呼，他到你家。小娘子，你为何欲言又止？话有一句，言中不好讲，是不妨的，是不妨啊，不妨的老二婶，到你家里送来迎去，今有为是你求亲，要改嫁衣。怎么员外安身要比你家小姐改嫁了？亲家去，员
难改矣。事情家呀，事情家，你好议论我家贫穷，这也难怪也。只恨我家贫收入早亲去。老安生，天气。小娘子，原为昂生要比你家小姐改嫁，但不知你家小姐立志如何？我家小姐一家中长到你有女，到你家能不管的女子，灭中情是为了我愿努力，要赠你家保护之。说得贤，得幸福春气之，多管是家门积情于我心系，怎能与家儿家随同刚飞？安人听自弃，切莫因愁痴。秀才官人回来，你要亲口对他说：“是娘，将他莫向人情，同死唐秀风声。”心情情是传语，太神一不白子贵。小娘子，再坐。我说了岂可便回？为何？只恐娘看等就是既然如此，我怠慢你了。我等过你真是感谢你引起臣们送好言。有缘亲自会，无缘誓不成。小娘子，事儿成不成啊？来嘛是会成的，不来你不来嘛是不会成的。小娘子，你放心，我儿自然会去的。昂生，我去了。慢去。昂生请坐，昂生请坐。这来何事？方才我来得慌忙，忘了去路。怎么你忘了去路？来，我只教你。可是此路来的，此路么不相么？喏，可是此路来的。此路嘛，哎，真是
成了日血中外头统战大陆，可好走的？安神，我等过你了，我怠慢你了。哎呀，小娘子转来，小娘子转来。老安神，叫我出来何事？方才我与你讲了半天的话，倒不知小娘子叫什么美名？安神问我的名字啊，我自幼跟在小姐身边，我名叫玉。玉什么？玉什么？云香呀，原来是事情家那边的玉香姐呀！哎呦，来，请进里面。做什么？到里面吃点心，吃点心。可不我，好白族，好白族，可不敢。请坐，安神请坐。哎呦，这来何事？秀才官人回来，你要亲口对他说，求他吧。玉香，方才你说罢什么？八月15日早些来呀。晓得。安神，我等过你了。我怠慢你了。哎呀！好一个贤德的媳妇，怪丑的云香哟！好一个贤德的老安神，等我同兵小姐便是皇甫也。今生若在汉兄家将士，哦，来此一试啊！汉兄在家么？汉兄在家
么？是哪个王？哎呦，原来是皇父兄啊！哎呀，兄啊，你我自有同窗，有同家之谊，何不径直叙访，等你那当案头？哎，来，我家就是你家，快坐下，好让小弟嘛早作请教。是。兄啊，我和你好友也并，虽心同谁做这交情夫成眷两相顾。有志富贵图，肝胆含羞，患难会此，小弟肝胆在心。哎呀，皇父兄啊，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呢？但讲无法。嗨，兄长谢幕，寄居日学，是非长久之计呀！哈，久困寒窗，饱学经世，父乃时运废尽，不能改换门庭，供养此亲。正所谓潜龙勿用，反被余下之强。欧国为说，不如一杯之臣儿。正是，那就让小弟和你比护公事，埋头着力，定要记功于党西，见效于平上。许今正是秋凉时节，灯火空清，剑片可转，好光阴不可错过。兄长满腹之机，请兄把《诗经》大义讲论一番，小弟们洗耳恭听。兄，在汉兄家下，小弟岂肯转心？到我家里来，哪有转仙之理？请兄先讲。许此就将三皇欧帝这篇诗红，这篇么好啊！许此先吹了，请教。
甚至图大图好，哎呀，须经大义相明，足见吾兄之报学，小弟嘛，受益匪浅矣。汉兄谬赞了，请教我兄，把一经大义讲论一番。公然是好朋友，晓得小弟嘛最喜爱的是易经，就把易经讲了。许此请教了。好些。兄就赞好，真个好，大要请教，是义字好，经字好，还是科的好，应的好？到底哪个好啊？兄，只要兄撤开就是好。哦，这要我撤开就是好。那不讲了。哎呦，定要请教，一定要请教啊！哎呀，可惜墨水火不够，这易经不易讲。于是吧，就让小弟效仿兄长的三皇五帝这一篇日后啊。好是。与下山中，的繁华深深下进，高要义传世中国，是不必王臣的要真是生于之水，生于之水。嗨，我讲了。哦，讲到哪里了？不讲了。定要请教。哎呀，兄啊，方才兄讲是这，小弟嘛是洗耳恭听。小弟讲是，兄却愁眉苦脸，灵魂出窍，事是讲不出，听不进，这是为何啊？不是哟，小弟有些心事，所以许此。于啥个心事讲？小弟的心事嘛，哎呀，嘿嘿，哎呦，兄啊，
那有耍个心思嘛？刚才来，非要那个腾腾滔滔，发明爸爸，大家搞个好新娘家的是，心是砰砰跳，来听听，来听听可。哎呦，哎呦，果然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果然是个书呆子，也是顶他妈，这不是四个字。哎呦，我小心了。干念无休，一片赤诚，只是小弟弟心事嘛。哎呀，在汉兄面前不便细声，只得告无辞。兄差矣，你我是同窗好友，无话不谈。兄有啥个心事讲出来，与我商量，当行则行，当知则知，这才是知己好友呀。哦，我和你是同家，不妨两得的。公的给，这位戚家之事，戚家之事。我晓得了，明日是中秋佳节，无非嘛是送贺阅兵，一对鸭而已，包在小弟身上，不必放愁啊。非为此事，那为了何事啊？小弟弟有诈，且小弟家要将汉奸改嫁。岂有此理！自古道以死为敌，千金不易。我晓得了，定是凌月见青史长远，见兄不去，故而事要改嫁，这是催亲之意，就无改嫁之理呀。还是催亲，连沈家都定了。何许人家？就是这魏世民。为公你了先生啊！真是。这改嫁之事，兄怎晓得呢？小弟弟有诈，虽谢小弟家，我那放下，竟有敛财之意，故说使女云香前来启用，在8月15夜到他家会花园中赠我必应之子。兄啊，你倒去得么？去得的呀，去得的。你与云香可曾会过面呐？不曾。那是哪个同你讲的？是云香对家母说了，小弟回去，家母转告小弟弟。你与郑嫂可曾会过面呐？也不曾，举不相上。约在几时里？与我8月15夜。妈，容我想想。呦，又要休费心了。8月15夜，花前月下，风流韵事，岂不美哉？他来。
哪里？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穷得难去亲。况有人送钱求似狗，我这里用虽属不是小，微波不上门，草子来当道，来当道。想起来，真是心里不平衡。让我吓他一下，让他去不成。哎呀，爷，我个爷子得听兄息个。哎呀，兄啊，去不得。却是为何？此非尊嫂的好意，乃是凌月的奸计也。哦，怎见得？凌月要叫尊嫂改嫁，兄难道罢了不成？是啊，必然要行刺射手，故是云香前来契约，待到的后花园中，不是一刀，便是一棍，举起后皇呐！人命关天，焉能谁杀？足见兄是个书呆子，哎呀，当能读书，不曾读略。吕上学乎道？吕上有意狂道，因也无功于人家园，非奸即盗，更是大事不论。大事不论，大事100个，只算50双。哎呀，水呀！你使得好奸计，殊非我兄高见，小弟先遭毒水，我不去了。哎呀，兄啊，你若不去嘛，当是他无限计谋，一旦空。哼，好过一旦空，告无此。兄请装。怎么是？兄啊，你真个不去了？断然不去的。是啊，有道是钱财是小，性命非重。哦，倒是钱财是小，这性命为重。性命为重。告无此。兄忙走。忙走吧。忙走啊。忙啊。哎呀，明明是他一桩美事，把那偶一探，特出来的，再把那偶一下，为七个子。哎呀，待到8夜是5夜，我就加班还夫营前去赴约。我不图钱财，但求死后真是妙不可言。哎呀，妙不可言呐！谁也我是仇中仇，不见真情报真仇。待
来到8月15夜，我请示秋水斩桥头。
皇甫英前来赴约，来此一事，怀望门事。云香，此事他怎么怀不来你？哎呦喂！带我去看来，偏是这夜色朦胧。喂，门外是哪个？小声喊喊什么？汉日皇甫英前来赴约定。原来是皇甫皇上来了，待我禀这小姐知道，请稍待。快些来！好的，好的。啊，小姐，皇甫皇上来了，本国明白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喂，皇甫皇上是哪个来接你的？是云香来告示家母，是家母叫小生前来赴约定。是的，是的，是此待我开门。请进。小姐，我不是小姐。莫非你是云香姐母？是的，是的。小姐呢？随我来。云香怎么？ ，Are you good 啊？没有的。啊，小姐，皇甫皇上来了，请前来相见。是。喂，皇甫皇上，我家小姐，请你上前相见。啊，小姐拜见。啊，云香，你去问他，罗里一心，为何不来迎娶啊？是。喂，秀才官人，我家小姐说，罗里一心，你为何不来迎娶啊？非是我不来迎娶，家父在日，家仆好父，家父去世之后，一月穷一月，一年穷一年，穷。这是悲痛之际，送于于此啊！我爹娘虽有改嫁之心，但奴家不从，只因就问你的才名，我早已将芳心安息，只愿秀才早来迎娶。惹得小姐于此，实乃小生生前之心，今生之福也。啊，秀才官人，我家小姐芳华生长，不图贵妾相盼，感受全部差绩，正是气化夜中觉细细，莫人气化作学看。高官人听其录言，因何事故？
上人请。云香，你且到房中将手帕里的东西取来。是。喂，秀才官人，小姐命我取其东西，你站在这边，不要动。我是动也不敢动啊！不许动！不动！我这是就来的。不动许动！不动不动就来云香叫我不要动，我是未动。哼，来的呀！带我上去看来。哎呀，妙呀！香亭中只唱着，东叫人听全心望小姐，对明月作证，和你风到乱地。秀才，我和你假期有约，苟且之事，绝难从命。哎呀，小姐，今夜中秋佳节，你我相逢落地，何必顾此呀？将烦恼了却双飞了情不歇。哎呀，无奈双缘如此，何况人乎？秀才，你既度神仙之事，必达周公之礼，苟且之事，绝难从命。小姐，来娘，来！云香小姐，东西在此，一一交付于他。是。喂，方才我让你站那边的，你怎么现在站在这边了？那边风大，把我吹撞来的。不老实，那，小姐赠你金钗一对，珠钏一双，银子小姐多少啊50两，银子50两，收好了。晓得。云香，你去对他说，这些东西员外二人都认得的，让他回去更换，送来银去。是秀才官人，这些东西员外二人都认得的，你拿去更换，速前来银去。这彩船么，滴彩发浪，这银子嘛，换成铜的可好了。是的的。孔老二人在家宣完，云香，我和你送他出去。秀才官人，我家小姐还要亲自送你出去。秀才忙些。主席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不要高声，我家员外的卧室就在那边。
还有一句要紧的话要对小姐说啊。要紧的话对我说也是一样的。如此，请多谢小姐。晓得。玉香，小姐过门，你来么？自然是要随嫁过来的。哥们，今夜先付点定金吧。翠，你我出去。哎呀，还有一座轿啊！翠不老实。哎呀，不老实。嗨，我是非了如此，所以如此，早知如此吗？何必如此哟？今宵不日天太远，好姻伴作不姻缘。韩世忠啊，韩世忠，你是真心机，哎呀，一番然遭逢时不利，悲深情消去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我孩儿那晚索取赴约，必遭其害，母下随意安托，终须不了哟。可是云相否？这是云香啊！哎呀，你今日又来做什么？昂人呀！小姐命我来问去，昂人何不新婚礼？是他心中云霞向着我一愿。你的为好殷勤，什么好殷勤？我为主婆不愁悲。是今是有了，又在哪里？我早思我想，但是想做题目非也。指望我儿名随才行去。老二婶，你这话谁冤了？有什么冤了？不想一心，怨苦屡屡来催去。老二婶，我那日来
契约是你契约，我儿不曾去。有来的呀，秀才来到花园内，安宫和睦心暖美。云霞，你晓得乱刀过夜，他壮血越强，绝不为。有什么壮血越强绝不为？那王秀才官人是有来的，没有去，有来的。没有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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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去。我是心啦，却是你说听之言辞，我今追你暗的是谋计，是什么谋计？或者不是计呀？会要改嫁是你，改嫁是你，要回去见我儿。啊！你这老人家，我谢你何来？谢你何来？哦哟，哎呀，老天有眼，喜得那娃我儿不曾去，来没来？哪个将他吃了下去？都。哪个是人正好吃的？我爹说来世只怕命难存记。哎呀，且知那王秀才官人明明是有来的，二人说那有来啊！老二人，那王秀才官人是瞒着你老人家的。胡说！我母子好好的，哪有瞒得来？既不瞒，我就对你说了吧。那王元忠，他去灭夫妻相逢。人也没有去，有什么去灭夫妻相逢？你这丫头见鬼！你同我见鬼，那同我家小姐见鬼不成？连发品才穿本领是我亲手赋予。什么才穿？还有什么？银子多少？50两。赋予哪一个？是我亲自赋予秀才官人的。哎呀，天哪！这两样东西买什么有？说是有，我家也享受得起。哎呀，怕你不享受。玉霞，你是小年纪，需要武装，谁有？哎呀，天呀！那王秀才官人拿出两样东西，他会说的好娘。说今日成吉，今日成吉，玉家好意方成我意。什么好意、恶意，都是离家之人，是谋气。我家员外二人虽不贤，我家小姐护。结朝见事，不可一二夫顺命运。什么一二夫顺命运？任你说的天花乱坠，我家不娶。啊，老二婶，你家不娶呀？不娶。哎呀，当真不娶么？当真不娶。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。玉霞，可惜我家么？可惜他家。
老不老，我这要哭了。哟，一挂留情，才鲜花生地。云下立牛灯，把两眼相对，射进梦里早眼神多。做什么？我来问你，这赏是什么？赏是天，难道老身不知么？哦呦，我倒是你丫头，你让都破了，却不到长长青天不可及。有什么战战兢天不可欺？你管比我现在竟是有话来。老天见长，不受这非战。我偏要你受，我偏不受，我偏要你受，我偏不受，我偏不受，我偏要你受。哦呦，哦呦，我偏不受。你今日不还我拆穿银子来，我就死在你家不回去。哪里是气？什么财？什么床？把规矩，把刺猬做起来，大力不晓得死丫头。此位不是龙位，又不是王位，你说的，难道我就说不得啊？此位虽不是龙位，也不是王位，也是我做的，你这丫头做不得。我偏不跟你做，我偏不跟你做，偏要做，你这死丫头，我偏不跟你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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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偏不跟你做，别走！哎呦，你去做嘛？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这死丫头，我偏不跟你做，我偏不跟你做。哎呦，气！哎呦，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
来查送血，来望着我啊！这句话说的我真气人不知，我骂你一个老不贤。玉霞，老不贤你到马车来了，马车来了。哎呦，哟哟哟哟哟哟！你当着马了？马了！哎呦，哟哟！那个死丫头，小铁子，死丫头！哟，气死我了！我打死这死丫头！我打死这死丫头！我打死这死丫头！啊，这死丫头！不行！哎呦，你这死丫头！哎呦，你，哎呦，死丫头！哎！呦，气死我了！呦，气死我了！老不贤！哎呀，老不贤！气死！玉溪啊，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打死你这死丫头！你给我出去！我不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我不出去！你给我死出去！这等放肆！老不贤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老不贤呀！
做公堂生意强，不以公道则爱抄。有朝事发碰了壁，拼着贴过大要高。嘿嘿，下官审得清，安民有数，断案能清。我得个雅号叫沈得清，适才听得堂鼓响咚咚，看来是
口袋不会空。好生意上门来了，来，有带击鼓人上堂。击鼓人上堂。爷爷，告状呀！你不来告状，难道请我喝酒不成？爷爷岂能下跪于我？你乃下官的衣食父母，岂有不跪之理？老爷贤明。哈哈哈哈哈！告什么状？因监制私人命事啊！哦哟，郑州百姓真刁，动不动就是人命。取状词过来。失职，你照状词上讲来，若有半字之误，我这里不准。老爷听毕。王台民间，听小人从头数言。我女儿小子必逃，曾去皇甫营拜陈元，中秋15私通有女，毕竟阴间欺骗本应差与团安。欺骗钱财，反而不取。实质皇甫营是何等样人？是个秀才，志在哪里？在日学中。来，有到日学中速拿皇甫营到来听审。哎，我想几位女夫就不为偏见的了，其中必有别情。啊，爷爷，是有文士迷前妹来求婚呐、你女儿从也不从？我女实不相从，是云想她相约后花园，见骗钱财，又致死我女儿死啊！日后我原是另有别情，认真何在？有侍女云香。好，这三推罗文最关键，辨明是非，少成冤。多谢老爷推问仔细。这一开口就要3盆落石了。皇甫营带到。参见老爷。王福英，实旨告你阴间之死，人命事，从实招来。爷爷，念深渊，度水为本，学日为业，从不曾干专写逾墙之事，望爷爷明断。你开口申冤，闭口申冤，难道老爷我打不得你这申冤？来，有将黄福英纵这40大板。哦。
快快招来！一用兵。公事我也。安平龙山。家贫就该干这事，这门亲事是你自己评的。是我弟弟在世之时，平地势必逃，即为英捐。为何不去？都是我那岳上爷啊！他嫌贫爱富，改嫁官好，望爷爷明断。欺骗钱财，反而不去，以致此女抱恨生死，还是望公相细推辨。我想人命关天，不屑我大唐的铁面无私，八面威风。好一个八面威风！哎，未断官司因，不惜花血本，价过800两。来人！有。大刑伺候。爷爷，不是有心不欺了，是有心不欺了。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哦呦。谁来辨？女士，有谁来辩？这一句话倒也讲的是送情。师侄，你女之死有何为证？啊，爷爷，母女在投江之前，在闺房之中留有寒山诗句为证呐。身负薄棍未解伤，男儿薄幸少纲常。一片真心难修磨，且留芳名汉墨香。这事倒有些讲究。师侄，这事是你女儿做的？是我女儿做的。倒是个聪慧的女子。哎呀，儿啊！黄福英，咋？你那碗是有去的？小人不曾去。你既不曾去，
日后你妻子提示在寒山之上，其中有一连道神父伯棍未接上，男儿伯姓少纲常。这伯姓二字明明是怨恨着你，你还是不曾去。数论寒山诗句，都是他弟弟害了他女儿的性命啊！却是为何？他逼女儿改嫁，女儿不从，投江而死，使女云香前来采用，我怕被他们害，故而不曾前去，方爷爷命断。哼，一面之词，来，唤云香。云香上堂。云香，你家之告你是个干政，你将两家之事一一道来，若有半字之误，老爷我是要打的。爷爷听禀，中秋夜进到花园，是孟爷两厅流连，家贫赠他三起拆窗。你教育哪一个的？是我亲自交付皇甫英的。呀呸！是你亲自交付我的，怎敢的啦？你见了鬼了！啊，老爷，钱财是小，可怜我家小姐好远而去。阿爷，冤枉！一个是去的，一个是不曾去，难道是老爷我去的？这官司实在是难断。有了，我审得清，若审不清这桩事，事事不能在郑州为官了。是臣妾实在心累。哎，老爷，是郑州的清官呀。黄夫人，啥？你招也不招？冤枉难招啊！冤枉难招，来呀！有。大刑伺候。大爷，小人用心不轻，冤招，冤招。华公，华公，失职，云香去报。多谢老爷。黄夫人上了刑具，带去收监，待我转向刑部，秋后斥决。传来。你红边区的拆船银两尚未上交，这是无证。我不曾去，不晓得什么无证。哼，
你莫有无证，怎审判我的罪？带了下去。冤枉啊！多谢老爷免严门。且知只有认真，无有无证，怎能判罪呢？这有了。就凭死者失踪一点，身负薄棍未解伤，男儿不幸少纲常，就可判你个死罪。哈哈，这桩命案被我断得停停当当，就是龙头在世，也不过如此。嘿嘿，黄夫人呀，黄夫人，这场冤欠罪孽不浅，监禁在牢中，遂已去身边。池上托朝班，谈国事多情，皇臣前前非国奉君命，敢此犯。下官李若水，官派关文殿大学士，奉命实行来到郑州。舟船途中，曾救下抱恨投江之女，细思此案，不见物证，无有实言，难免失之公正。名声多奸，为慎独慎微，堪与圣旨分忧。来，有带众人上堂。众人上堂。参见老爷。你等堂外候审。是。哎，有
就请郑州刺史沈德清。郑州刺史沈德清上堂。良言说说跳，难断挑柴与挑斋。下官沈德清拜见钦差大人。沈大人，黄福英因奸致死一案，你是沈德清，老夫却是林不清啊。此案疑点颇多，既是妻女之夫，就不为奸骗；不为奸骗，则是为男女婚前私约，怎么就问成大批之死罪呢？但施必涛却因黄福英委屈信奸而赴死地，你有何为证？以实为证。以实作证，尚有不足，尚需物证实验才能定案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奸人画押负罪，已显我枉法昭昭，视而不漏也。视而不漏，大怎么不见黄父母的供词啊？黄父母重病卧床，神志不清，难以取证，有其儿代言。哼，待黄父母。黄父母上堂。我儿蒙受圣约，痛杀母亲了。老人家，甘朕云香到你家中，都与你讲些什么？老爷用笔，他相遇。爱错我孩儿怕遭世家算计，不曾前去，或来拆穿。老身句句是实，所有一句是假，无雷轰地。老爷为我做主啊！老人家，你暂且退一下。是。啊，有带云香，云香上堂。站过一旁。是。云香，当初施必涛捉你欺辱黄福英，那黄福英怕你家老爷陷害于他，他不敢前去，这敢是实情么？老
船将有来，你那晚不见黄夫人前来，便私通一人，造成冤案。你见事情将要败落，恐怕加之落罪于你，你便一口咬定黄夫人有来的，是也不是？哎呀，老爷呀！我家家主家法甚严，小辈便告护卫，说是黄夫人来的。云香，你只顾推脱自己的干系，哪管他人日辰死罪，可是么？哎呀，黄夫人是有来的。动！岂若是你？交付拆穿也是你，干政又是你，情之手，火之魁。来，有，与我用刑。老爷，哪过来的？拿过来的。黄夫人来的，黄夫人来的。哎，有，重则死杀。拿过来的，拿过来的。黄夫人来的。好过连心的女子，日此大刑，还一口咬定是黄夫人来的。送行退下，还黄夫人。黄夫人上堂。爷冤枉啊！动！你这个欺心奸诈的狗才，半夜三更哄骗了东西，反有不取，以致女子抱恨投江，冤沉水底。来，有，与我大刑伺候。好。阿爷，逼他投江，都是他爹娘威逼而死。小人的岳丈收了两家的钱财，无可推脱呀。那你接受拆穿银两是事实了？小人不曾去，不晓得什么拆穿银两。怎么不晓得？不晓得。前文官元赃未追，时辰不曾言。正所谓官也糊涂，理也糊涂。难道死人还能复活？我就不信谁能反供。黄夫人，你要对我设讲，你那晚不去，是心存怀疑你，还是有人阻你不去的？小人本该是要去的，为何不去？亏了一个好朋友。你那个好朋友叫何名字？何等样人？他叫韩世忠，也是个秀才。你是如何对他说的？他又是如何来阻你的？那时小人到他家去讲事，他见小人闷闷不乐，问其情由。他说：“
因夜设身家，非奸则盗，顿是大事不论。小人见他讲得厉害，故而不敢前去。爷爷，亏了这个好朋友，救了小人的性命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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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蠢材，那人识得即是，下去。哦，是。转来，那人或有其事？无有。看你的造化，下去。是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不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沈大人听不下去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来，有速速封锁各道路口，以防人犯逃之夭夭。到郑州学里待韩世忠。好。学里不见韩世忠，家里也无人。逃得好。其父带至后院地里，掘出金钗1股，玉钏1双，白银50两，把物证收起。世忠带到。韩世忠，你可知罪呀？小人不这样，小人知罪。我与黄夫人乃是同窗好友，他家道艰难，小人时常周济于他。只因他近日干了一桩莫天的之事，我不资助于他，他怀恨在心，拉扯深渊在内，亦未可及呀。来。有带黄夫人，黄夫人上堂。哎呀，黄夫兄啊，你一人做事吗？一人当。我正要邀请学里朋友助兄一臂之力，你倒好，方托我下属哟。韩世忠，你人前是人，人后是鬼，害人害己，真正恐我。来，有带云香，云香上堂。云香，你去人来，哪一个是黄夫人？齐人夫人家拉拉扯扯，犹如斯文。老大人，把他下起来，把他下起来。就是他。珍藏俱在，幻想地来。我没有偷盗，有什么赃证呢？与他人来，拿去人来。哎呦呦！这是哪里来的？这是哪里来的？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这是你父亲手教育我的。绝
刑伺候。好。不要打！哎呀，不要打！不要打！不要打！容我慢慢地软下来。这下你该认罪了吧？这下逃不掉了，是终不该误人到冤里，一心只要是谋君，害死了石壁涛，变了皇父兄，如今不鸳鸯作鬼在黄泉里。他画过。是。华姑，带众人上堂。众人上堂。参见老爷。掌过一旁。是。郑州此事甚得轻，行贪墨之举，已逃离本州，差人追拿。如今真相大白，是皇甫胤不罪。多谢老爷。韩世忠罪有应得，难逃大批，将他转向刑部，带了收监。多谢老爷洪恩启天。哈哈哈哈哈！皇甫官人得救了，可怜我家小姐阴阳相隔，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好办，老夫舟船途中曾救下溺水之女，她就是石壁涛，已认作义女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只怪老汉不识律法，行贿卖官，让贤婿蒙受其冤，罪该万死，吾以向此非分之福啊！母亲请。是之，你嫌贫爱富，娘吃祸端，罚你纹银300两，连同罚没的拆穿1两，交与皇甫胤与石壁涛完婚，你可应允呐？应允，世事的应允呐！哈哈哈！来，有，快有请石夫人。是。女儿快来，女儿快来！爹爹，女儿，快见了你父。儿啊！小姐，你看，他才是真正的皇甫官神。小姐。女儿在哪里？女儿在哪里？母亲。哈哈哈哈！如今是夫娶男儿终不娶，我因缘转，好姻缘。来，有，布置公堂，即可完婚。啊！